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最近台湾的疫情，互人看得到地较紧张。防疫一方面需要注疫苗、预防针，另外一方面嘛爱用治疗的药啊。药啊，有人讲是药单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单。古早红色的矿石，咱讲会当做色料的，就是单。像讲红色，咱讲是单红。另外特别提炼的药啊，咱讲是药单，像仙丹、灵丹。还有提炼的过程，咱讲炼丹。另外，台语有一个较特别的用法，寺庙内底香炉的香火，咱讲炉丹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汤丹，有人讲是汤打、汤蒸，这是一款人工的甜味剂。甜度是一般甘蔗糖300杯到500杯，歹消化，也有可能会致癌。这医学界用来治疗糖尿病患者、互因食。第二个词读做晕车丹，就是晕车药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卖凉的店，伫咧饮料内底掺汤丹，还啉一个无爽快，爱去互医生看，因为这个庄头无便宜，都爱坐车去外庄。烦恼的晕车，都爱先食晕车丹，安尼较袂晕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单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